我看这两位兄弟虎口有碱，当是常年抓握马刀所致。听说朝廷前阵子刚刚把黑风寨的土匪给剿了。是啊是啊，春雨哥刚从黑风寨剿匪回来，难道？今天先放过你们，都给我等着！我们走。这个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？赶紧过来！希望下次二位能再次光临小店。差点暴露了。没想到开张第一天就给诸位看笑话了，多谢两位帮忙解围，小天在这谢过了。哦，景小王爷点的菜就要出锅了，我先失陪一下。云南松茸。鸡还在，骨头没了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先用砂锅提纯出三黄鸡整鸡骨头的汤汁，最后再骨肉分离。这样一来，出锅后汤会灌入鸡身当中，形成灌汤鸡。真是伶俐的刀工啊！怎么还能加热？不会裂吗？完成。凤系松茸。凤系松茸。啊！景小王爷，请慢用。大洋洋，这难道是松茸鸡汤？当初我按照丹徒县制的说法，把松茸换成牛肝菌，再加入河豚，鸡汤在鲜味上可以直接提升一个等级。可为什么当时会……河豚？是河豚吗？没有道理啊！河豚的加工去毒需要30多道工序，这些步骤我不可能漏掉的。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大瑶瑶，什么牛肝菌、河豚啊？他居然看了一眼就想到了更提鲜的烹饪技巧，这位小哥不简单呐！最后把牛肝菌放入沸腾的水中炖煮，